节平安。平安。咱准备咱心做今早起的敬拜，是咱先要来唱歌和乐上帝。圣诗18首，圣诗18首，圣诗17首。我心和乐上帝，自然应我的病。今日晚有三角应声，我乐依法中命。是我才能追传，上中华大万山，天命依法繁荣，认真人来公义要真。来，我心默的兄弟，主人因我的悲，你的万物三个影响，我乐意他尊名，就把残忍罪状，刚强把爱关上，人民里大官兵应更，另爱公义交正。我心我路上帝，世间情爱的白，空中会叫因是出声，我乐意个尊名，给水草不是水，安慰给是给水，你跟就来凉风吹来，用一个灵爱，我心我路上帝，你的本对是给，虽然代代将士忠行，公义稳当必胜，心歌领导对象，我准备提起有，你的教会下最刺激，应更归于上帝。我是无论上帝，是咱的心应该大大和乐咱的上帝，因为伊是创造大自然，伊所创造一切来养持咱这个人类。你甲来，我看到遐个景色，这个是就是你中年有天吗？中午是我最后，但是伊是新冠疫情，新冠对已经申请，才是我。你先签咪签，我都叫签啦，佢先签就签。他等我提个签，你等。349首，神圣诗349首。祈祷的时，即时就好。我心看你笑真欢乐，不通就分天地人情，用心所听，祈祷无尽。我捌拄着灾的艰难，祈祷的时得平安。若我专心祈祷的时，会互魔鬼甲我相离。来，来，一个世界是以后，我心欢喜，小心欢乐，
因好基督的死，基督的死，一死以后，我的心无搁烦恼，真正是那我可以了，因着基督心里安好。你是我离开身躯，就会到你遐我的主，无搁烦恼，无搁伤悲，因我享受天堂福气。那这遇到时，即时就好。咱即马教会咧推动 RPG 这个渠道小组，我看伊大家拢真踊跃，这是真好诶代志。我咱伫遮来训练咱祈祷，甲上帝相甲讲话相合。好，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仰望主上帝，阮感谢你，这时你个大领阮来到你面前。诚敬拜，无落你，主你听阮，互阮过去只就是注意看顾平安，然后阮礼拜中间拄着阮中秋节期，阮通平安来迎接，阮感谢主，愿意神平安就在阮这所在，我今仔说遮期班一切无路拢交到主你面前。阮兄姊妹拼空，阮心思意念，因较无心，领受主你伫阮的殿中。阮用早起智慧敬拜，无路拢发出伫你的手，伊就感恩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因为我所创造的人，永远欢喜快乐。咱做的来吟诗，圣诗有圣诗67首，新圣诗第18首。花心所乐所乐，自然变化的花，天地万物三角应声，无落伊原名。树木牵引水泉。乡乡大海远山，天命伊大宽于荧光，因爱无伊交成。请起立，咱来应专心。我是我的兄
看头前后影片的是县区头前面，请。我是冲着风里南港万年的独立心情，以是出自甲世界主，是人心换甲进入，伊的命对性情投胎，对人生有我的呀，最人最难的就是你的主耶稣基督，对伊的祝福，对伊的喜乐。迄面上帝因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好，伊的心就是心，让咱勇敢，สู้出来，互咱为咱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回来。我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在伊的律上，做我心中甲生活的准则。我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关系，受了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真理，最后来实践者是好势的，都对我们的问题，引导所有的主民，通过听甲思考，来成做更大的义务。我是当对上帝稳定来表达，这一下面。用天性因来甲天性的生活，为应分上帝，我是上帝我人尊敬在敬用好，来稳定伊的创造，今日带伊宣讲伊世界，伊安尼咱社会正义甲安全的制度，要阮的科学，各对有真实的心。总是人做，无用这个论述，破坏人万民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要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我对罪恶中必要讨伐，好受咱这必要自由平等，伊都正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正做一幕，将我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咱做来交互《启应文》第18篇，请现为神圣师后壁面，也是看到后前的投影片，我来摕，请跪上来听。愿上帝怜悯我，赐福互我。愿你用你赐福给我。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这声万国快乐，唱欢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咱拍头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保守看互阮平安度过每一日，感谢你怜悯阮。互试验的疫情受到控制，互阮今仔日会当有80位的兄弟负责伫你的圣殿敬拜你。阮拢较目会当领受你所属天的恩典。阮也是因为身体病痛，也是因为人数的限制，无法度来参加聚会的兄弟，要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医治因，保守因，也希望10月测试以后，聚会的人数毋免阁受到限制，有较侪兄弟会当来遮敬拜你。也为即几工已经注射疫苗，也是准备咧注射疫苗的兄弟祈祷，恳求你保守因安全度过，因为疫苗所引起的各项副作
中，我嘛将教会各项事工拢交到伫你的手中，求你照你的旨意来行。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一切荣光拢归乎你。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赐阮平安。阿门。咱即是要请青少年团体来学乐，今天我哋要献的诗歌是与你更靠近。什么？形象，你形象，你形象，啊，你形象。向少年团体，咱带来礼会歌声。咱即马要来讲述上帝的话。今日要看的圣经是旧约诗篇146篇第1节到12节。然后早圣经的兄弟请献开187页，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咱做伙来读。我的
兄弟啊，我跟你做伙，我跟你永远得到你的名，我跟你祝谢你，也要永远得到你的名，也我是大，应该受大的呵护，你的大口的一路的，一代要对一代呵护你的所做，也要保养你大观念的事。我要真正受你尊贵应当的威严，甲你义命的所做，人人要讲起你通行的事的大观念，我也要保养你的志大，要保养你的大观意念，也要守我好你的公义，也我有怜悯，无法万受气，我有阻碍，也我万代万类，你的怜悯应你一切所做的，也我一切所做的要感谢你，你是的礼，也要保佑你，因放弃你的国，因当你的大观念，让世间人知你大观念所做的，让你国威严的影响。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日牧师要对咱分享的信息是：祈祷领受属天的恩典。咱上前面的时间交牧师。也说大家平安，咱大家敢知影？这个祈祷呢是人的本能，嘛是人的一个特权。伫所有的话语的当中，只有人伊会晓祈祷。这是因为上帝在创造人的时阵，上帝就将伊的话语分伫人的这个内底，所以咱人是这个所有的话语的中间唯一活伫个上物质甲上灵的这个两个领域内底，上物质甲上灵的领域内底，所以当人拄着欢喜快乐的代志的时阵，会谢天谢地；若是拄着艰难的时阵，嘛会埋天怨地，也是讲呼天唤地。这拢是祈祷的一种。讲起来，人就是通过这个祈祷，甲这个上天，咱一般讲老天爷，也是讲这个上天而来沟通。总是世间人真侪毋捌上帝的人，因实在是无清楚这个老天爷，这个天公伯啊，是毋是真正有听见因的祈祷？总是对咱基督徒来讲，这个祈祷应该是亲像咱咧呼吸共款，遮尔自然。你逐天拢爱呼吸，你也逐天拢爱怎么样？爱通过祈祷甲上帝咧讲话。所以，因为咱知影，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伊是活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就会听咱人的祈祷，并且伊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都是大光明的上帝。所以伊有法度来帮助咱，伊有法度帮助咱。总是真可惜，真侪基督徒毋知影这个祈祷是咱做基督徒的特权，做特权。记到伊个。真侪时阵，人讲真侪艰苦，你地地咧忍受，因为你毋知影你有一个遐尼伟大的阿爸地通，互你来靠，逐项拢靠家己，靠甲欠家己死，所以因为毋知影要怎样来祈祷，这就是非常的可惜。今仔日牧师今仔要互大家来知影一个观念，就是祈祷是我有怎样大一个观念。所以今仔
牧师有咧请咱三个同工咧一只来分享，因伫咧祈祷的当中，怎样来领受着属天的恩典？上帝怎样伫因的祈祷的中间，来而且来同工，来做正奇妙的事，超过人所求所想的。所以咱今仔日有即个三个祈祷，三个同工来分享来下一张。即个第一个就是官长老，第二个是司令长老，第三个是美林执事，因拢咧来分享祈祷中怎样来领受着上帝互因的属天的恩典。所以咱即马要来先请官长老来甲咱分享，那恁司令长老准备好。哈利路亚！来，感谢主，今仔佫有机会徛伫即个所在。本来是咧来分享讲下去即个祷告，是祷告复兴小组的大经就好，我是讲爱用祷告中来得到你的智慧，得到你的恩典。所以讲说啥？主耶稣恩典的应许，其实是主耶稣恩典的意志啊。因为伫9月14即几天，甲9月23即几天发生我身上真的很软弱的时候，我是毋知啥物原因，我9月14去拍球，伫迄个北投国华球场拍完的时阵，拍完要剩尾仔几洞的时阵，怎么我去厕所尿的时候，怎么都是敢他妈都救赎，红公公安尼。我就知道，我刚刚想问这是啥物物件，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有点恐惧。拍完球洗身躯洗了，我就要回来，因为我跟我太太约说，我6点要去带她。结果人在恐惧中就会自己乱了方向，因为不晓得祷告，所以我结果回来，我要左转，我变成把它右转，右转一直塞到迄个所在，这我都毋捌看过的所在。毋知影怎办去，毋知要往哪行。我又就看到红绿灯，就左边右转过去，佮塞一个关头，马上给你。后来个水倒出来，我就站在那边，我在车上里面祷告，用神风祷告，41章有没有圣经解出来？41章来了。你无咧惊呀，因为我甲你相甲大，刚刚那一段。如果你无咧惊呀，因为我甲你相甲大地着。无咧论呢，因为我是你的上帝，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会坚固你。你的确要帮助，我的确要帮助你，我的确用我的公义的正手扶持你。我是会去怀疑的吼，我是你的上帝，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神，我要保护你。所以，阮伫遐迄个所在，阮徛伫遐，坐伫车内底，伫遐安静一下。人在那个赛季也是红绿灯，后来要向左向右，我也不知道。忽然间，上帝在引导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一个靠脚车的人徛过，是往左边转下去，讲安尼可能会，因为迄条路我本来就作熟的为什么那天会乱了方寸？因为自己惧怕、惊吓，没有安静心，所以我能跟着他走下去，还好就 OK 了，就走到关渡路那一条，我就知道说我要从。但是到了设置桥，我要右转，胳膊弯过，我搁直直驶，驶去从龙总迄条路行，迄条路已经做习惯，我逐个拢爱龙总，所以我赶快打电话给我太太讲。我驶毋着路去，所以我就6点到时，到我载我载。迄条路面做小，你才会驶毋着路。人真的惧怕中会乱了方寸，会忘记神。当你惧怕的时候，你安静下来的时候，祷告。刚刚陈平牧师讲的，祷告是我们跟上帝的权柄，也是我们跟上帝的呼吸。回来我就赶快到中心医院去，
做验尿，验尿，把我改讲，迄时光照了后，你要震波，把我爱震波，就甲约3工，3工会透早7点半，去摆个震波，去碎石。哦，那时候是零离，迄种艰苦，毋知安怎讲。那天晚上就开始要礼拜4的晚上就8点就要进食了，要吃饲料。隔工拜五透早7点半起来，就要甲我煮啥，2、3个讲找无法因，甲我煮到煮食，甲我叫我2只，一个手仔煮到乌了就。等1点钟了后，医生就来啊，来甲我看甲我，你那个石头好像缩小了，还是不要正好了，你再1个礼拜再回诊，再看看好了。我小心陪我去，万一掉下来怎么办？说没有关系，我开一次，再开1个礼拜药吃看看。食一礼拜了，我搁去检查的时阵，医生讲，你都正常了呢。我讲，怎么会这样子？我讲，我不知道。你讲，要不要证？他说不用证，如果再掉下来怎么办？他说几率很小。但是在我们在祷告中，因为我那天去9月14号回来，隔天我就在我们的 RPG 上面跟大家讲说，我最近身体很软弱，希望大家为我祷告，我要证实，还要就发上那个祷告小组，牧师长也带着祷告小组，为我身体一直在祷告，所以在祷告中，神又听到，神的应许听到，所以说我们在祷告中，神给我们这种恩典，我们不要把它放弃。有参加，不管你有没有参加 RPG 祷告的人，因为都为我们这个带领的小组长来祷告，因为我归纳好赛，4个老师，要说基督讲2、3个伫第2星期到，上帝拢要甲你相甲同在，要你当星期的，上帝拢要甲你同在，所以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在参与这个 RPG 祷告，有参加神的恩典，不管神有参加没参加，都是神的恩典。你没有参加，你举起祷告的手，为这些保护在参加小组的人来祷告。每个人将我们的教会献给神，让我们教会成为祷告祝福的教会。这是我在不知道有没有几分钟？好了，好，那接着下来我热手4名钟。兄弟姊妹平安。平安。我今日要分享的是，借着结果开始甲上帝同工。好，开始有210个经文，咱做伙来读。耶稣基督也未做的代志，伫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时时甲恁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要行伊。就伫遮个事较大个事也要行伊，因为我规伫地，因为咱的耶稣基督即马伫上帝正面，所以呢，伊还阁有淡薄仔代志还未做，是要透过咱做的。是啥物代志呢？是互万百姓做主的门徒。伊伫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咱做伙来读。所以你着去，招万百姓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为伫爸囝圣神的名，记下我所有命令你的，拢教是因手，搁我伫你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咱照主的旨意来做的时，伊要甲咱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
叫下一场帮我。嘿，伫7月12号，就是咱国历的8月19号，鬼门要开，所以阮学校就开始要普渡。啊，阮校长真早就甲我讲即个代志，今年我接辅导主任。啊，恁看迄个门遐，迄拢是普渡的物件，对。嘿，啊，徛伫我边仔是阮的校长，啊，你应该会通认我是即个，嘿，认会出来对无？所有为咧祈祷的人，拢是伫普渡了后，搁留落来甲阮做伙祈祷的。我甲阮校长讲，校长，遮侪人亲像你，拢想要为学校来祝福。啊，我祝福的方法甲恁无共，我嘛想要来参加即个普渡，也毋过我无法度赢，若是我无法度，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毋过我嘛想要来祝福咱的学校，所以我敢会通用阮的方法，就是用我的方法。啊，阮校长讲，啊，毋过我袂晓呢，伊就讲伊袂晓祈祷，安尼要安怎？敢会使讲普渡了后？请你即个基督徒来为学校来祝福。其实要甲阮校长开喙要讲即桩代志的时，我有淡薄仔皮喘，因为会惊讲毋知要安怎互人看。也毋过伫我的心内底，即个声实在是足大声，因为我知影我来即个学校今年是第3年，逐年我拢知影有普渡即个代志。无若是即个学校，顶一个学校嘛是安尼，敢若伫光体高中无尔尔，因为光体高中的董事长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伫即个万芳高中，我即摆服务的学校，我一去就有真侪的基督徒来找我，开始祈祷。阮祈祷为着学校有福音的事工，有真侪欢迎福音的代志，已经2年啊。所以今仔日我开喙，校长来讲会当来祝福我。其实阮已经祈祷2年，抑佫有真侪基督徒伫阮的学校已经祈祷6年以上啊。呀，今年是一个第1年有一个基督徒的主管伫阮学校，我就想讲咱一定爱将即个祝福来带到学校就对啊。下一张。也毋过呢，伫遮即个工会上时，我伫办公室就拄着一个歹斗阵的同事。我想讲，即个歹斗阵的同事是多么的难吼！伫我还未接主任进前，伊就开始透过真侪方法甲我攻击，讲足歹听的话，啊吼，做啥物代志伊拢有意见，啊包括要分配工作给他，伊拢无共愿。做歹斗阵的，啊，我就将即个代志讲互我的主管了解。我的主管有2个，第一个是我的校长，第二个就是祈祷。我就甲上帝讲，足艰苦的，要安怎？所以呢，即个祈祷，咱教会迄当阵就开始即个 RPG 的祷告小组。我就为6月份一直祈祷到当，还袂结束。我学校的遐个基督徒嘛，为着即桩代志来祈祷，因为伊知影即个歹斗阵的同事，那每一届有一个新的辅导主任上去，一定会跟他斗争，拢会甲伊去配面，拢会甲伊冤家。啊，我做无爱甲人冤家，伊若甲我冤家，我的心情就足歹吼，拢歹规礼拜。啊，若一礼拜冤家2届，我就爱艰苦2礼拜。迄种艰苦的艰苦，啊吼，拢无法度甲伊，我拢无法度甲拄转去，因为知影拄转去就是愈拄愈大条，吼，干来安尼尔。好，咱来做和平之子要安怎？干来会当照着祈祷。迄当阵无法度的代志，抑佫有足侪，做一个主任吼，足侪的代志。啊，干那嘛是会当祈祷尔，因为我知影有足侪还袂成的代志，拢爱一项一项去备办。啊，伊呢是踮做工课拢有意见，所以分配伊工课就足艰苦的。啊，佫来，就是我去做主任，我迄个位置爱找代理老师，啊，佫找无着，找一个全走去，因为考上正式全走去，啊，拢已经8月底啊，也无一个人
难道要我自己做吗？做袂起来吼。遮上帝拢伫咱，所以上帝借着25个文典，迄25个文典是，搁有一日，伊搁甲我讲起了对吧？伊足爱讲迄足歹听的话，伊着口说，也是讲无同意，就是一直甲你做啥物，伊拢有意见的时，我实在足艰苦的。我着甲阮学校的一个姊妹讲即个艰苦，伊着开始咧帮助我。迄当阵甲伊咧讲话时阵，上帝借着伊的神，就甲我讲：你来算我互你啥物？26个文典，即摆还阁继续增加。所以，互我看到上帝是阮灵敏的手，亲像春天的雨水。我的信心的渐渐长大，哪来哪坚定。我妈妈嘛甲我讲：思明啊，你哪有在照顾妈妈，还阁遮无用咧？吼，阮看我当遐咧祈祷吼，嘛是因为安尼，愈啊较望兄弟姊妹会通借着祈祷，开始甲上帝同工。这开始帮我按，这就是春雨降下的恩典吼。高中辅导老师找到，一直按，组长也都找到。公立高中拢无爱人来做，就是做那个工作，他都不喜欢。然后呢，还阁有阮的老师嘛是有真好的。小珍老师做好的吼，还阁有协行嘛找到，还阁有大学的教授跳下来帮忙。那个11号的 CC 跳下来帮忙，是阮学校嘛有一个叫做 CC 的同事，伊我有一个台北市的代志，伊嘛甲我来帮助。迄个图书馆主任讲，甲旧年做的代志拢互我知，档案拢互我了解。我还阁有做一中辍生。唔知要安怎，我是找着合作的人，还阁有前任的辅导主任也帮助，连迄个别个学校的朋友拢来甲我帮助，因为阮迄个学校的老师无爱做，我就请别人。还阁有我一个，现在108课纲足麻烦的，老师让家己开课。我的课是心灵深呼吸，我找着3个心理师来甲我斗相共。还阁有5个人加入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咧处理迄个自杀意图的学生的。我即摆招来迄个实习老师，嘛是经年科心理师。迄个高中的迄个辅导老师，是我研究所上后一个毕业的同学。我甲敲电话讲，好啦，我甲你斗相共，就来一单嘛是一个心理师。所以上帝互我的是上好的。我搁为师大遐修一个兼职諮商心理师，帮助我，因为我做主任有足侪学生无法度照顾会着，透过伊，我会当知影我学生的状况，也搁会当训练伊成做一个心理师。所以恁看，遮个问题是有够侪的做。第26点，我一定爱讲，就是阮迄个歹斗阵的同事，上甲我反对的。伊讲，你做代志拢足麻烦的，互我足无法度休困的。所以你看你做迄啥物模拟面试，做以前的人也无做了像你遮艰苦，是你做了伤过艰苦，才感觉讲爱足侪人甲你斗相共的。讲实在话，以前的人做的代志，伊拢有甲我讲，我若做了无好，你会当改进。我着看到讲，还阁会当安怎做？108课纲真正讲是一个高中生足大的挑战。今年又是第1届，第25点，我就是甲家长会报告说，以前安怎，即摆安怎，所以我阁要甲恁加讨4万几箍，互我6万几箍来办即个活动。伊拢讲好，所以是真正是愈做愈大条。了毋过上帝的恩典的愈加添，就是讲，若想要做。毋是家己做人尔，真侪人拢会帮助，因为咱的上帝是调度万物的上帝，他在他的手中有各样的资源，是卖咱我靠家己人尔，毋通我靠家己。遮个问题拢是照着祈祷，无一项代志是我家己做会成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哪祈祷上帝的哪为着你甲我来提办，迄个咱上会搞的代志。上后一张，咱来看上帝的工，咱做伙来读。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耶稣基督
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成礼拜，要互咱行伊。咱是上帝的工 ，workmanship 就是 art of work， 就是讲足水的艺术品。咱是上帝的工，是受创造伫耶稣基督，照着耶稣基督，咱成做上帝上好的作品。咱搁来看第二位，因为来，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对神到伫神，照圣经记载讲。义的人要对神来活。我爱即个定在，是因为对神到伫神，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福音的内底的确有上帝的义，照着即个神，咱的信心被上帝创始成终，就是为头到落尾，咱拢照着神甲上帝。做伙同工去做咱诚做上帝上好的作品，伫耶稣基督内底。所以耶稣来讲一桩代志，来咱来看耶稣应讲约翰遐预备来。耶稣应讲，信伊所册的，即个就是上帝的工。咱做工敢若有一件尔，就是信上帝所册的大生囝。咱信的时就知影，咱是倚靠上帝的人，上帝就为咱的信心来讲，咱甲伊的关系愈来亲密，对无？咱愈亲密的时阵，咱的信心就愈大。咱所相信的人，伊会当帮助咱侪侪，亲像我的主管帮助我侪侪。下个礼拜二，礼拜二，我要开处事会议。要来甲我迄个歹斗阵的同事来讲足重要的代志，就是即马时代无共啊，连校长甲家长，教师会会长拢感觉讲代志爱安尼做。我无想要甲伊去配面，只想要甲伊讲，咱爱做伙同心来为学生来拍拼。迄当阵我嘛。伫即个伫昨和平祷告小组，小美姐为我祈祷一句话：我望上帝帮助市民长老会当用谦卑的心来面对即个代志。我就知影讲，虽然上帝帮助我，也毋过上帝嘛要照着我去了解我的同事伊的需要是啥物。袂使讲大家都好像团结，然后他不一样。我嘛是想要甲招做阮的一个团体的一份子，无想要把排斥，毋是安尼。所以我相信上帝照着我今仔日的见证，来要互恁知影讲，礼拜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会跟你们分享。安尼是我的祈祷，也是我的分享。师兄弟姊妹平安。平安。我有可能会讲较侪国语，请大家见谅，因为我写较长，内底拢是练习国语的吼。我今日要分享的地方是我为房子的洁净祷告，还有神的预备与供应。伫咧7年前，我是伫咧电子公司担任营业部的经理，但是公司代工的业绩都被中国抢走了，所以我的营业额越来越差，所以我有很大的压力，因此我的身体出现了异常，除了子宫肌瘤，还有我有甲状腺结节，在脖子上肿了一个很大的血包，然后还有50间的问题。在那个当中，我们教会就是终身长老的太太怡君长老娘。他那时候要升老3，就是敏恩的时候，我们在长执会，牧师就说：“谁可以来帮忙做出纳的工作？”那时候其实我并不适合担任，因为我还在上班，当出纳每个礼拜几乎都要跑邮局。那牧师呢就这样子，眼睛就这样子转了一圈，然后转到我的时候呢，我又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做啊，然后呢我没有自己举手，但是确实是我接下了出纳的工作，而且一做到现在7年。
然后呢，我就边上班边跑邮局，但是很不方便，因为公司老是主管会长，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业绩不好，我自己心里也觉得压力很大，觉得想要离开公司，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上帝讲说，主啊，你为我预备哦，耶和华以勒的神，你为我预备，那我要离开公司，我把出纳的工作做好，那就这样子，感谢神，神医治了我的本来要开刀的子宫肌瘤，还有我脖子上的甲状腺结节，还有我的50肩都好了，都在那个要开刀的是在控制之内，然后我的50肩也好了，就这样子，慢慢的过了3年，耶和华以勒的神并没有让我看到他为我预备，所以呢，我的经济上3年，我已经把我的身上的现金拿来家用都花的差不多了，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啊，我当初有在10年前有在新庄买了一间房子，是要拿来当退休预备金的，但是当时房子是在出租，那想要把它卖了，但是房客还没搬走，就这么巧，刚好大楼的公共管线有问题，那我那房子刚好就是大楼公共管线的一个拐点，必须要进去施工，但是我那房客不愿意人家进他房子，所以呢，他就搬走了。他搬走了，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可以开始整理房子了。那我整理房子就跟我先生的客户，就是他是一个统包商，那他就跟我报价签约，但是签完约要施工之前，他就跟我说，我们在开工的时候都要拜拜，让工程顺利。那我就跟他说，我是基督教徒的家庭哦，我不能拜拜哦，你不能拜。他就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工程出事，你要负责吗？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第一次嘛，没经验，然后我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我就走了。我也没有跟他有一个结论，不过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有拍照，他在我们家就是那出租的房子的阳台，确实有拜拜，然后我心里就有了阴影，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了这样的阴影，但是1个多月以后，房子已经装修好了，哇，很漂亮的抛光石英砖地板，然后洁白的墙面，所有的门框全换新的，卫浴设备还有厨房都全换新的，所以我就觉得哇，心里已经忘了之前那一些事情了，就很喜滋滋的说，这房子一定可以卖到价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大概快2个月，不幸的事情开始发生了。我那个洁白的墙面的下方，开始慢慢的一撮一撮咖啡色的痕迹一直出来，然后严重的呢，就是墙壁的漆龟裂，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整个一撮一撮的粉末，整个漆都粉末化了。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还是赶快找人又把它弄平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警觉，就是直接赶快把它弄平了。然后那个其实还没有弄平之前，中介就告诉我说，你那房子啊，客人都会告诉他说，你那房子漏水有壁癌这样子。但是我们那时候只是想粉饰太平，就想说就把它漆过就好了，所以我又把它漆好了。那漆好了以后呢，不久，刚好2019年的4月18号，当天是花莲大地震，我那房子是在新庄，但是也被震到了。我25号跟我先生进去看的时候，我就快昏倒了，因为那个之前的漏水呢又出来了，然后呢，房子的那个地震的裂缝，大大小小的裂缝，所以呢，那房子变成除了壁癌，还有地震的裂缝，
这下子我真的心里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双重打击，因为为了手上的现金不够，还花了60-70万去装修这个房子，那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钱了，现在搞的房子都不能卖，而且还更比以前出租的时候更加严重。然后那时候呢，就整个心里想说，我应该回转向神祷告。所以呢，我就开始向神祷告，也到那房子去播放福音诗歌。另外，我也开始在网络上开始寻找为房子洁净的祷告。然后呢，这种现象呢，在我祷告之后，并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多。所以呢，最后我们就干脆请防水工程把那个水泥漆跟水泥刮掉，就是像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变成了砖头。那砖头上面呢，竟然还冒出白白的霉菌，就表示那个水是存在的。但是它从哪里来呢？因为那个最大的问题，那一片墙是隔间墙，没有任何的水源，所以大家都想破头，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就觉得非常的困扰。那我们也只能求神啊。然后，所以我常常就是真的是白天在家常常听的诗歌，唱着诗歌，唱着，然后就眼泪鼻涕的整个脸，就不知道如何，就觉得说心里觉得很想向神哭诉了什么，但是又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会觉得说，那个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子。那当我们家晚上阳台往新庄的方向望过去，就是那房子的方向望过去，刚好看到福大医院的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哇，那个在晚上真的是看起来又光亮，然后在黑暗中就觉得哇，那是一个依靠的感觉，然后我就会对着那十字架，然后就会举手祷告，然后就会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涂抹洁净我的房子，然后帮助我们能够全家战胜这一切黑暗的权势。然后我们要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来征战得胜。我们全家也常常一起为了我们的房子祷告。然后我和我先生1-2个礼拜就会过去看一次房子，但是还没有进去之前，都会觉得心里实在会很惶恐，就觉得这次去吧又要变成国招了，所以我们就会先在车上停好车以后就先祷告，然后就觉得说啊，有了主的平安，跟我们要一起去看那个房子了，所以就这样子一直经历到了，就这样子祷告经历以后，终于被发现了那个房子的出水点是在那个当初公共管线施工的时候没有粘好，所以有几滴水，慢慢一天滴不到几滴，但是它竟然就这样子可以让一个房子变成这样子破破烂烂的。我就觉得其实说真的，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这几滴水的原因，而是因为仇敌的作为，所以呢，让我因为当初一时的软弱而成为了破口，让仇敌有吞吃的机会。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因此我在神的面前就悔改祷告。这也就是约翰一书5章19节中讲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等到了房子终于恢复了昔日又洁白的墙面了，那时候已经来到了七月了。当7月的时候呢，8月8号凌晨5点又地震了。我在床上一摇，就想说啊，不用睡了。我跟我先生都不用睡了，因为一想到
才弄好，又震了，那房子不是之前那个阴影又大小裂缝又出来了吗？然后就在当天8月8号当天，我们下午就两个就边开车边宣告边祷告，然后就想说，神已经应允我们，我们已经找到出手一点，我们的祷告已经得到神的应许了，我们相信这个房子应该没有问题。哦，感谢主，我们进了房子以后，那房子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哦，真的是感谢赞美神。那更是非常感谢赞美神的是，在那10天之后，我们的房子就卖掉了，而且卖的是我买的时候接近2倍的价钱。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像希伯来书的10章37节说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那感觉上神在应允的时候，他就开始加快了他的成就的速度，就会让你觉得说又快速又顺利。那在经过2年后的现在呢，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就启天创建房子也要装修了。在签约的时候呢，签约前我就先对那同胞商同一个，我就跟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不准拜。前门、后门、前阳台、后阳台，连你去中庭或是去庙里面为我的房子求任何的平安、任何的顺利都不准。他就跟我说，没有问题，我不敢了。而且我还告诉他说，如果败了，你就要负责。他说他懂。然后事实上呢，我也跟牧师约了，就我们开工前，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房子做祝福的祷告，这样子。那要说的是说，我相信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是上帝为我做一个属灵的一种进阶的培训课程，因为老实说，是为了让我的灵命更加的成长。那在2年后的今天，因为我房子就要开始施工的之前，上帝很巧妙的安排我来，为这件事情来做分享见证。那也是觉得另外还要为耶和华以勒的神做一个见证，就是其实装修房子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去住哪里，还有你的花费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神就是这样的预备了，他在我同栋的28楼就搬8层楼同栋电梯，找到了，就让我们有一间一模一样大的房子可以住3个月而已。3个月还就是短期租，不用押金，还帮我缴管理费。然后呢，我们因为有这样的房子非常方便，所以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搬家。另外呢，在花卉上，我也要感谢主，耶和华真的是为我们预备，也为我们供应。他就帮我今年预备了我的工程款，不多不少，就这么多，刚好可以支付这个统包商的工程款。感谢赞美神，就是真的是就是神是这样的为我们供应与预备，而且也为了我们的成长，为我们属灵的成长，他总是要让我们经历一些就是困难，但是让我们知道要寻求我们的神。这样子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上帝。你今位你有听到咱3位同工伫遮来分享，所以咱伫遮爱咱学习的就是，伫个祈祷中，咱爱学习来诚济生命的得胜者。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我所相信真济人，咱兄弟姊妹，大家人拢真拍拼、真认真，咧做该做的代志。总是真济时阵，就是耶稣讲。人生不如意安那，10有8九嘛。你定来去踢着这，踢着迄，踢着迄，定定是做甲欢劳满面，
也搁，毋知要安怎，吼，互人感觉家己係路蛇啊，路蛇就是失败者，吼，總是各位，咱愛知人生的不如意，無等於你就是一個路蛇，你就是一個失敗者。咱基督徒，你需要愛來到迄個全能的主上帝面前，來用伊來領處理教義的問題。你着愛明白，上帝對你的心意是愛你做頭無做尾，居上不居下。所以如果當你若感覺你已經盡力啦，你已經拼命咧做甲安尼啊，毋過無法度。迄個時，你就需要上帝救一個人，然後你就是正着祈禱。你就愛祈禱，你就甲上帝講：主啊，我無法度啊，你來幫忙啊！上帝就會幫助咱來擺除頭前的難關，毋是靠家己，是靠上帝。佇個頭前甲你相證，你佇後面咧靠這戰利品啊！正經，所以祈禱就是超出上帝的幫助，吼、所以咱而家這個聖經才甲咱講，上帝若幫助咱，治水會啥？伊等咱，吼、所以咱有上帝幫助，才有法度行過這環境的艱難，關難過，關過，靠主要來成就生命的成就。再來，吼、這着祈禱的時。咱吼，就愛安怎？甲咱的憂慮放互上帝。所以比着吼，就比着即個前書5章7節講，愛將一切掛慮的代志，互上帝，放互上帝，因為伊顧念咱的上帝有疼咱。所以真濟時，咱是安怎？無放心，吼、所以咱攏會安怎？一面祈禱，一面安怎？煩惱。一面祈禱，一面煩惱啦，吼，安尼就是表示講，咱對上帝的信任也無夠啊，吼，所以其實兄弟姊妹，咱人實在是足有限，人的想法有限，人的見識嘛有限，咱連明仔載甲以外，對一個會大成教，其實咱攏毋知，總是咱卻為着濟明仔載咧煩惱咧擔憂。我來講一個見證，時間小可迄落吼，阮吼第二個查某囝也因，今年有考到即個研究所，伫個台灣研究所。對伊考到研究所迄天開始，我就開始咧逐工有伊煩惱，咧煩惱啥？伊要安怎去對三甲，因為伊即馬學校是伫三甲的迄個五寮國小，然後對三甲。然後下班的時，馬上趕去到大學去上課，然後上課了，佫轉來，佫要安怎趕去學校？哇，這是要安怎？吼，哇，大家攏知影，若是迄段的時間，交通的流量是非常的大，吼。伊就講，伊要騎歐多拜，吼，本來講要買車啦，我講你車你要停喺倒啦，吼，伊講騎歐多拜，哇，騎歐多拜，伊若講着要騎歐多拜，我就。當時我咧死啦，吼，因為吼，伊會，有當時講甲迄個剎車當油門，剎車安尼咧搖，吼，所以實在是足煩惱的呀，吼，足煩惱。所以我佇遐咧是講，哎呦，阮這囡仔運動神經毋是遐爾發達啦，吼，佇咧台北毋免講台北，咱若是安尼轉來轉去啊，吼，我足擔心的，足擔心的。足擔心的吼，尾仔就安尼討論，無你就對三甲吼，騎歐多擺就來永寧站，對永寧站坐捷運去甲台北，上完課了後，佫坐捷運轉來永寧站，較佫騎去，吼，就敢若只有即個辦法，想來想去，2禮拜前，我就甲老師講，哎呦，無好啦，帶伊去買一台歐多擺，無要安怎？因要開課啊，要開課啊，吼，所以咧，只有安尼，也因迄天對迄個學校轉來，我就講也因爸去看買一台歐多擺，來贊助一次，也因講很淡定，就講，阮同事講要甲我載，
伊讲因同事讲啊，伊上过日子啊吼，咧家对无聊再到新妇节义载，啊，互伊到新妇去校上过了，伊转来到厝诶，吼，下昏，然后再去个透早个再去因同事，新妇家吼，对啊，哇，你知影无？我的一粒大石头，马上就弹落去啊！你知影我烦恼偌久啊？将近要半年的时间。你讲无输的烦恼无？足烦恼的，我实在是足烦恼。咱为啥物烦恼？对这个囡仔，对这个囡仔，因为疼伊，所以烦恼伊。总是咱的烦恼有啥物法度？有啥物办法会当来去着好处理？因同事家己讲咧家己做，你看我哩感谢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你爱相信上帝疼你、顾念你，因为伊顾念，伊要互你上介好，所以你就你祈祷，然后你爱听候，然后事就这样成了，调会你所有所行的因，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刚好。咱而家看着讲耐心听候，上帝就会感祈祷着哪亲像啥？咱去祈祷，咱即个祈祷着哪亲像一个，咱有信心，迄个信心要借着祷告成为一个梯子，进入到是阮的保证者，所以咱上帝遐有足侪问题，你无一个天梯啦，爬去遐甲上帝讨问题，然后讨，这样就讨。这就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咱一面祈祷，一面烦恼，安尼上帝予你的，你要哪得着？因为你咧烦恼，你就无相信。当咱信心，讲我无相信这个代志会遮尔好通，我来讲，你无相信，你就无法度得着。总是你若凭着信心来祈祷。上帝就为咱做成，因为主耶稣甲咱讲啥？主耶稣讲：我来是要互你，要互羊，是要互咱每一个属着伊的，得着生命，并且是更较丰盛的生命。上帝要互你的，绝对是丰盛的，咱就爱不断肯祈祷着，上帝就会，伫伊的内底才有真正安全感。今仔日咱对兄弟姊妹讲着，伫个拄着代志时，心内底足惊的，是无？溜落安尼行一个车，本来就足熟悉的路线，袂记你安怎行，是无？真正是迄个惊吓会甲咱害死。总是当咱咧惊吓的时，你爱借着祈祷，上帝就为你成就一切美好的事。咱三甲来祈祷。主爱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疼阮的阿爸的上帝。原人实在有侪侪软正软弱，尤其伫信心方面，阮常常无够力。总是主啊，你爱阮通过祈祷来甲主哪来哪亲近，阮通过祈祷要来哪来哪清楚主你的心意。你是咧赐平安互阮的，你是咧丰盛祝福阮的。主啊，阮明白你的心意，阮就好胆进前来到主你的手阮保证前，按主你遮来求讨阮所欠过所需要的答应。阮相信主你的保守阮一切，丰富调对阮所有所需。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阮，你来到伫阮内底，将阮这个惊吓软弱的心来伫遮来安搭。互阮伫你的内面，真正有安全感，有真正平安甲喜乐。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甲三位同工美好的见证，感谢上帝将祈祷的肯定
着祈祷，将人袂当解决的问题交予解决一切问题的上帝。上帝是讲，耶和华是大宽容的上帝，伊嘛是医治的上帝，伊也就是直到如今拢帮咱的上帝。感谢上帝。咱即马做伙来吟诗，圣诗、古圣诗267首，新圣诗349首。即时祈祷即时，祈祷的时即时就好。我心发离，上前烦恼，不通就问天地面前，将心所爱祈祷无离。我捌拄着灾害艰难，祈祷的时会得平安。当我专心祈祷的时，袂予魔鬼甲我相离。请起立，咱吟全首。
自比听阮的提拔，阮感谢你，阮献上阮的感恩，照主你的旨意来行做一切圣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大家。感谢上帝，教会已经恢复实体的礼拜，请遵守防疫的6项规定。也感谢上帝，今仔日有4位同工为咱分享见证。拄啊第一阵有花季村长老甲王春信长老到恁林美玲执事，小等第2轮有洪胜长老、王春信长老甲林美玲。愿上帝所大心。礼拜后第2轮欢喜礼拜，请目在同工交代继续比赛。礼拜后，服务团队第4楼聚会内容是大家做伙来，主题是地团会长，欢迎姊妹踊跃参加。下晡1点，伫6楼有聚会，内容是聚餐甲解说，主题是献欢迎青年进入参加。为了安保，我咧想是控制无，打电话看有哪做，应该是无开电机哦，啊若无就是控制。也是讲本会所定相连关怀主任，感谢相连关怀王顺长老咧用聚会甲礼拜来勉励，愿上帝祝福伊的家庭甲服侍。教会嘛咧赠送满80岁长者一卡手指，因伊有朱芳节、涂旗节、阿祝节3份。嘛咧赠送满65岁，就是民国45年10月初3进行出生的兄弟一个小红包，名单已经公布就公布啦，若有老的，请伫即礼拜来，通知委托会长。伊讲礼拜后第4楼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先参加第5点。10月份到12月份的新安宫读本，主题是活出呼召，爱与互助，请这人早出长研习，邀请这女人单独合作，一天用10分钟的时间来读经、读祈祷、亲近上帝。每礼拜5有暗时8点有早间祈祷会，咱邀请陈俊奎主任来，甲欢迎听者做伙来参加。过来即个礼拜50月7日是祈祷会，第1点，正日的连冲题，这礼拜是圣莫利亚下顿第3至第6天。
来，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啊，来，咱到底来读来，人在讲起你头家的事的大原则，我也在保养你的时代，在保养你大稳的意念，也在向我学了你的公义。是迄145篇的人甲70来个解来。人在讲起你头家的事的大原则，我也在保养你的时代，在保养你大稳的意念，也在向我学了你的公义。是迄145篇的人甲70，这人就是包括你甲我每一个，咱拢爱来讲上帝咱自己的问题。这是咱体力三角为着这咱所关心的代志，来开声开嘴来祈祷。来三角来祈祷。是阮的主，跳阮的天地，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有这个祈祷的观点来到你的面前，将阮所需要所惊吓，也是所担忧的一切代志，主啊，阮拢要摕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是大恩典大能力的上帝，你要伫遮来听阮的祈祷，为阮来比一切，拢互阮上介好的。主，阮满心感谢你，愿恳求你帮助阮，愿后部教会要成做一个欢喜祈祷的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拢要来勇敢来开嘴，来学了主你的大原则。主啊，阮要来开嘴来感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帮助阮，互阮兄弟姊妹拢会当伫祈祷的中间领受上天的恩典甲福气。主啊，你要为阮行，阮所无法度做的，就是主你若要做，主啊，阮会献尽感恩大慈的心。主啊，阮也为着这个兄弟姊妹出国的三体，遮来代祷。伫英国的风雨，伫澳洲的过完一凡子婷，是医生，伫美国的彩云国强伟丽，搁伫中国的智语重企专家文腾，搁有易经，伫法国的梦如，搁伫南非的谢灵兄专家。主啊，因无论因伫达倒位，从主你拢甲伊三甲天地，互因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互因伫当地当找到一间教会，伫迄个所在得到即个上灵的倚靠。当因遇到有啥款的代志，拢会当伫教会内底来得到帮助。主啊，满心感谢。我也为着新婚两正软弱平兄弟姊妹来祈祷，愿着为着这个翠兰姐佑宗兄冠恒以及新春甲子琪，主啊，你知子琪怀孕已经8个月，主也求你帮助，互伊顺利来生产，搁有草红姐主你也甲伊三甲伊的数学姐的引线，搁有阮兄弟姊妹即阵有人来注疫苗，主啊，你拢保守，互因注射的疫苗拢真平安、真顺利，来产生迄个抗体，会当来抵挡这个病菌。主啊，愿满心感谢你，愿也为了台湾的疫情，求主继续伫遮来降落来，互这个疫情会当紧紧离开阮台湾，互阮台湾搁一届恢复你所的手术，迄个平安喜乐的日子。感谢主，求你听阮的祈祷，互阮兄弟姊妹阮的家庭，阮所有的服侍，阮的工课，主啊，拢求你遮来看顾，帮助保守阮每一个人出入拢总平安，出入拢得到稳定甲祝福。感谢主，兴起阮四周的人，拢欢喜要来帮助阮，阮每一个人，咱每一个嘛，拢要正做别人的祝福。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来迎上元的县西广化的复兴县西那个是佛罗提店主在。主
就凭着信心将恁的祈祷送到你，是阮保证前，自然满足恁一切所欠用的。但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希望上帝听他，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十家之地，对即时到永世界无尽。阿门。